星光伴讀，多謝特朗普榮升中國製造代言人。作者隻秋盒。美國作為當今世界第一大霸權嘅國家，一直秉承鬥唔過就搶，搶唔過就禁嘅國際交往原則。關係好嘅，例如歐洲盟友，就連氹大呃咁樣搶資源、搶錢，無所不用其極。關係唔係點嘅呢？就扣個帽子，光明正大咁樣禁。呢種做法喺美國總統特朗普2.0時代就更加顯著。繼美國政府早前禁 TikTok、華為晶片之後，特朗普又將魔爪伸向中國無人機領域。外媒報道，特朗普最新簽署嘅一沓行政命令之中，就有針對中國無人機製造商喺美國銷售新型機型嘅指令，同時加大投資本土無人機產業，更加要求美國情報機構加快審查中國無人機係咪構成國安風險等等。矛頭就直指中國無人機龍頭企業大疆創新同埋道通智能。聰皇邏輯好簡單，一個想要美國再次偉大、凡事美國優先嘅君主，點會容忍中國製造嘅產品喺世界領先呢？換句話講就係，我做唔到第一，只要將你趕走，你都做唔成第一。相比於領先全球嘅中國無人機，美國製嘅無人機毫無優勢可言。特朗普唔將中國製造無人機扣上所謂國安風險嘅帽子，又貴又難用嘅美國製無人機邊個買？近年嚟，大疆佔全球市場份額70%，佔美國商用無人機總量一半以上。大多數美國農民使用大疆無人機，雖然大疆常年被仇中美國政客以國安風險污名化，但係當地仍然有大量執法單位、搜救團隊等等，用大疆參與搜救、災害損失評估等等。假如特朗普繼續以竊取國家機密為由禁止售賣，唯一被竊取嘅就會係美國人嘅銀包啦，因為佢哋必須要花費幾倍價錢去買性能更差嘅美國無人機。特朗普以為禁售中國產品就可以令到美國再次偉大咩？誰不知特朗普嘅禁售名單已經成為世界誰言中國製造嘅明燈。大量美國 TikTok 難民湧入小紅書，美國人半夜起身排隊幾個鐘頭，只係為咗買到中國製 Insta360新款相機啫。更加唔好提如今堪媲美英偉達先進晶片嘅華為 910C 升騰晶片。特朗普嘅禁，只係話俾全世界聽，中國產品太好啦，美國追唔上。特朗普嘅美國優先，埋單嘅就係美國人。原來特朗普先至係中國製造代言人。多謝特朗普。